云林的沿海最近传出这蛤蟆死几片，大西市蛤蟆面积大概有1500公顷，敢若大西公所接到的受损通报呢，就超过300公顷啊。就地方的民意代表表示，有的人的蛤蟆是死5成，有的人是死8成，希望中央政府会当赶紧启动这天然灾害救助来减少损失。 甲原本会当收成的蛤蟆拢总先好起来，不过大部分拢是死的。最近云林沿海大西养殖园区陆续传出讲有大量的蛤蟆向死亡，有当地养殖户就讲，即个伊受害范围就2公顷，大约是6-7万斤，干那成本就到超过150万。掠起来全部拢成红药啊，拢死了这到底什么原因？嘛唔知啊。大家拢加蛤蟆养殖的伫咧生活啦，像种安放啊。 这个已经都嫌本钱都无啦，实在是足辛苦啦。我现在希望讲说，咱中央政府关心啊。各位养殖池啊，蛤蟆甚至是全部死了，养殖户归去放弃收成，甲这蛤蟆壳好起来蹲伫边啊。在地民代就讲，初步了解，多数养殖户损失都超过5成，上侪有到8-9成。希望政府会当开放天然灾害救助。2甲，迄起来收成起来200多万。 敢若就2工仔雨尔，就总死，希望中央赶紧发布。养殖大概有1500公顷，然后经由公所那边速报上来，受损的大概有300多公顷，然后损害的情形约30%。同仁去看了大概8户，有6户其实当场的损失率大概有50%左右。 有养殖户就讲，最近落雨了，伊拢有做水质监测，严度拢伫咧正常范围。不过蛤蟆也是继续死，因为农业处是强调，蛤蟆会死的详细原因，搁要等专家报告。即卖身价受损的状况报到农委会，等待救助作业的公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